有兩種嘢要知道嘅汽車，一 BMW i7 最犀利嘅 BMW， 依家出咗 BMW i8， 聽下我嘅聲音就知道。嗱，打開你一睇到就知，嗰度仲可以叫嗱，佢呢個聲音好好聽。同埋你要知道佢會滴滴，你都要知道。第二樣，勞斯萊斯全球最豪嘅車，勞斯萊斯係最豪嘅車嚟。嗱，呢度，勞斯萊斯係最豪嘅車。嗱，閃閃發光，最犀利嘅閃閃發光車。呢個後面係有得打開。閂門，打開呢對門。上面係有得睇亮光嘅，跟Toyota一樣，有光。同埋呢度有個導航機。同埋呢度可以打開。勞斯萊斯呢個標誌冇人可以偷得走。嗱，咁樣最犀利嘅車嚟。咁樣。亂七八糟嘅房同一間乾淨通透嘅房，你入去嘅感覺、心態、頭腦清醒度，完全係兩個極端。臥室係你嘅能量寶。睇叫聲。睇有嘢叫聲啊！裝修捨得使幾十萬精裝，嗱，你要知道，你哋大家們都要記住呢兩樣最豪嘅車。今日時間到呢度，拜拜。